来攻读圣经上帝话，罗马人书13章第1节到第7节。咱做伙来请。大人着降服伫做是大个有权柄个，因为看见对上帝出，所有的权柄拢是上帝所定着，所以控制权柄这是上帝的命令。逆的人家己处罪。因为有时毋是互好品行的惊，是互歹人惊。你爱是惊迄个权柄啊，就惊好，就是伊的恶路，因为伊是上帝采用要利益恁歹行，就惊，因为伊毋是空挂剑。因是上帝的采用，是伸冤的，要互人受着刑罚，所以的确着顺服，毋但为着受气，也是为着良心，因为安尼恁也纳罪，因为因是上帝的职事，常常全无这个事，所应该互正人的。就福音，应该立伊就立伊，应该抽互伊就抽互伊，应该敬畏伊就敬畏伊，应该尊敬伊就尊敬伊。愿上帝祝福你若读伊的话语，过来行的人，下面是讲道时间，今仔日讲道题目是。你毋免惊当政者，听牧师。现在大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只是要对你的话三个伫遮学习，看你会当，互阮的心灵甲诚实伫遮来明白你的话，来晓悟伫你的话，将在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主阮的上帝，阮将阮今日伫遮所有一切，完全恭敬交托伫你的手，开一路带领引带帮助甲坚固。对你的话伫遮三个是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大家平安。今日是2024年的最后一个礼拜，每日新安讲的读经本也已经咱读啥物？罗马书已经伫即礼拜会中间会读完。我直接来问咱兄弟姊妹，咱有咧读无？有啦，我想咱大部分应该拢有咧读。咱伫遮读的是毋是照着保罗先生所写即罗马书，会当来明白基督信仰的真理咧？有搁较明白无？咱来知影罗马人书伊所最重的主题是啥物？它的最重要的主题4字尔应该会当知吧？哎呀，亲阿姐因信称义真好伊上调的用4字因信称义。咱知影当世间人拢陷入伫这罪甲死亡的捆绑中间，活伫世间之间有啥物？忧闷。苦叹甲绝望，惊遐面对死亡的最后的审判。咱知上帝恩典，上帝怜悯，差遣伊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为着咱伫十字架顶来流出伊的宝血，并且用国我来赢过死亡。互既若相信伊的，我靠伊的人，你会当得到称作上帝儿女这种宝贵的身份，并靠着圣神。伫遮来帮助咱来过这个得胜的生活、得胜的人生，这是咱基督教信仰非常宝贵的真理。咱现在这边一定要记哩，毋是靠咱家己的能力，也是靠什么功德，行什么好。咱以上帝白白恩赐，
只要是相信，你得当哪，你得让因信称义，白白来领受上帝救恩，这个宝贵的礼物。所以罗马人书，咱伫遐读，就知影拢总有16章。特别对第1章甲第8章，伊讲到个人得救的基要真理。1章甲8章讲个人得救的基要真理。9章甲16章讲到上帝竞选，以及成做上帝儿女的咱，伫地面就应该如何伫遮来生活，才会当应跟上帝儿女伫正人，活出你生命中上水的价值甲意义。所以今日先讲读经本的主题，甲咱讲啦。咱毋免惊什么？惊当政者，对，惊即个掌权的有权柄的人吼。敢若有时咱讲一项，你若面对罗马吼，我听讲面对罗马，你会惊无？一定惊，无损会惊。但是圣经讲毋免惊，为什么？咱有什么？咱有上帝形象，你敢知？吼，这是一个真特别吼，毋免惊。有时。免咱有上帝地位甲参命，上帝形象，伫咱来面对即个惊吓的事吼。所以伫圣经经文是罗马人书13章1节甲7节，伫即段经文中间讲到一个真重要的课题、议题，也是无共款支持者常常会争议的问题。伫基督徒生活伫即个世间，伊无法度伫遐来逃避的，就是啥物？面对着政府甲当权者。应该有怎样的心态？譬如讲，最近咱立法院有通过几个法案，对无？啊，将来对咱台湾社会甲民主的发展，到底造成什么款的影响呢？咱拢知双方拢有无共款的看法，所以有一句话咱来清楚了解：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加怎？更加可怕。哦，咱来注意哦。错误的政策，无你立法，政府员啊，行做的事，伊若做了无好，错误比贪污是更加可怕。所以特别咱做基督徒，都要发挥咱基督徒的影响力，咱来帮助政府积极正面的方向，伫遐来前进。因为咱的身份，除了是基督徒、天国的国民以外，咱也是国家的国民。伫即个所生活的即个国家。这个社会内面，咱有应该尽的责任甲义务，如何凭着正确的信仰态度，勇敢地出声，来尽咱做公民责任甲义务，互咱的国家社会会当更加稳定、稳固、安宁、健康的向前迈进，互百姓会当更加虔诚、健康、安乐、平安的过日子。这种是咱人应该有的什么？有的权利，也是咱人应该尽的本分甲责任。要进入这个经文的探讨以前，牧师伫遮大声来带领兄弟姊妹来了解保罗时代，这个时代的当时代的情景。咱知影当时代是罗马教，当时代这罗马教会的处境。咱知影罗马书是主后57年，使徒保罗伫哥林多教会牧养的时，伊写批予罗马教会的书信。当时的罗马是罗马帝国的首都，是当时世界上强的权柄。咱知影亡国真久的这个犹太人，就伫罗马政府的统治甲管辖下。早就伫保罗写这张批的前几年。罗马皇帝格老丢，伊就因为犹太人对政府常常有意见，所以伫安那将犹太人所谓犹太人拢甲赶出倒位，赶出去，无互因住伫这面罗马这个首都。因为安尼使犹太人对罗马政府是非常的反感，当时住伫罗马。犹太信徒对罗马政府一般有两种的心态，两种的态度。一种是什么？抗争不断，伫遐抗争，是毋有较激烈的抗争，有温柔的抗争拢有吼。想要脱离什么？罗马政府的掌压甲掌控。对另外一边呢，
就是要甲罗马政府伫安那合作，感觉安尼死才有好日子过。所以大家拢有迄种无共款的态度。今日就哪像咱今日住伫台湾的咱，对执政者、当权者，咱有时会去批评、去指教一样。所以保罗伊写这封书信，提醒这基督徒，有基督信仰的人，爱有啥物用好赢过歹的智慧，就是啥物？就是互即个政权，伊即个政权虽然无讲真良善，对吧？无讲真好啦，尤其面对罗马政府的压迫，保罗只安那教导讲，伊讲既然是无通片面，无通倒片，咱就安那坦然的安那去接受，用顺服上帝的心来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因为上帝才是真正的掌权者。现在牧师要用释义的方法来解说、讲解这段圣经的经文。咱只看去上大圣保罗伊提出什么？提出讲权柄是什么？出自什么人？出自上帝啊！我讲若无上帝意思，你有权柄，我人的性命是有限的。你有权柄，有时你连权柄要掌控的时，你都无性命都无去。我会记得伫圣经中安尼讲迄个妇人，我偌济我会当食偌久结果圣经安讲，我今日暗暝呐，处理的性命，你才要留什么人所以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咱来知影权柄是出自上帝。所以圣经13章，罗马人书13章1节到20节讲，逐人着降服伫做事大有权柄的，有权柄的，因为救权柄毋是对上帝出。所有权柄拢是上帝所定定，所以控制权柄的是逆上帝命令，逆个人家己处罪。罗马人书13章1节到20节，其实保罗伫这2节的经文中有讲到，上帝借着政府以及有权柄的来什么管治，来维持国家甲社会的定序，用法律来互人甲人之间的关系会当和平相处。也因为是伫正常的情景下，顺着政府的法令来生活，对伫上帝旨中来生活。对于政府的法令违背咱的信仰，压迫咱背叛上帝命令，迄时咧，咱只有什么？顺坦上帝，较过头伫什么？顺坦人是合宜。这是《使徒行传》5章29节。所记载，迄是因为政府本身已经违背上帝的命令。除了这项以外，政府的权柄对什么？对上帝权柄。所以讲，控制掌权的对控制上帝的命令。请注意，当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无论犹太人也是希腊人，拢伫罗马的政权之下。罗马政府并不是因所欢迎的政府，咱来知影总是使徒保罗有按考劝因在安那顺服掌权的。毕竟当时伫罗马政府的管辖下，整个社会是相对什么稳定，百姓也免受战争的什么的苦难。我唔知咱即马有人去到乌克兰无？乌克兰真正遐百姓非常的艰苦，迄到底什么战争下面？咱个看以色列对面迄什么哈马斯迄个什么所在？巴勒斯坦，恁人去看迄个百姓，遐人的生活是非常的可怜所以这战争所受的苦难，那战争是什么人上艰苦？百姓上艰苦。军人那是上艰苦，这种会你当了解。这头一项，第二项，因为掌权的是什么？是想善发恶的，发恶的。伫罗马人书13章30到40讲，因为有时毋是互好品行的惊，是互歹人惊。你爱免惊，迄个有权柄嘛，就惊好，就得到伊的恶乐。因为伊是上帝采用，要利益你，
若是你惊歹，就着惊，因为伊毋是空空挂剑，伊上帝采用是伸冤的，要互歹人拄着刑罚。罗马人书13章30到40节，所以伫这两节的经节中间，保罗两摆讲，伊也就是执行上帝命令的人。即款来讲是敬畏上帝的好官啊，毋是叫行好的百姓行刑，乃是要叫最歹的啦行刑。兄姊妹，所以咱对遮会当真正清楚，政府的官兵是应该来保护奉公守法的什么的百姓，徛起的百姓，阻止犯法的行为，刑罚最歹的。当然，虽然这时阵，咱有时会感慨吼，受起政治的黑暗势力抢攻，这基督徒以完啦，爱尽了什么光明的愿望，袂当因为一小看的贪官污吏，就对着所有的政治体系。咱会相信，上帝以完啦，有完掌权，没有遐个恶质的贪官污吏得到应该有的报应。咱知影政治制度，这是人的什么制度下面，咱人就安那无完全，有时有瑕疵。我想政治安那共款，总有什么瑕疵，难免有瑕疵。总是伫上帝手中，伊有一定的天数甲用处，所以咱常常爱为了执政者、掌权的来安那来祈祷。伫遮保罗指出，你爱免惊迄个官兵嘛，就行好，就得到伊的恶路。行好对百姓、对政府来讲是上大好所行，就会当守法顺命。所以上帝常常借着看会见的官兵来教导咱明白，最大的好所行，就是安那。我拄仔讲是守法顺命。所以上帝常常借着会看见的官兵来教导咱明白，就顺服迄个看袂贵的上帝的官兵，因为咱的上帝是啥物？赏善罚恶、为人伸冤的上帝。总有人怎样会当知影上帝是怎样一位的上帝呢？就借着咱看见这个掌权的伫安表明出来。所以今日地面上，咱会看到一寡官兵常常滥用误用伊手中的官兵，为了家己多无利益，无顾着民生的疾苦。总是咱要爱相信，所有的官兵拢是伫上帝手中。人检采会毋对，总是上帝是永远远袂毋对。人的错误，虽然有一天爱上帝来交涉。咱只管按照上帝的心意伫来行代志，最后必定当对上帝得到应该有的奖赏，还是讲报赏。这是第二项。第三项，都要按照什么良心顺服掌权者。所以罗马人书13章50节讲，所以的确着顺服，毋是为着受气。也是为着良心有真个时阵，咱惊吓承担这个犯罪了后，所可能面对这个刑罚，会阻止人犯罪。所以咱知影惊吓这个刑罚的心理，也是将什么阻止犯罪的重要因素。好，侪人有时非常的生气，叫毋敢讲话，对无？咱是气到要死，想要讲，毋敢讲，是安那？还是想讲要甲你安怎结果毋敢做，这是咱人呢。当然有一寡人伫伊的囡仔，讲咧成长的过程受到一寡影响，所以影响到尾怎样行伫伊的行为内底，所以就犯罪这拢爱真细腻。所以咱会知影罪无数定咧讲罪，除了伫刑法伫迄个律法的顶面的犯罪以外，无达迄个目达目标叫你考一包，你无考一包，考99分迄那是犯罪呢，1分的罪呢。搁一项是啥物？头壳内底，你思想
念头。哦，你虽然无罪，敢头壳咧想哦，就是无好，就是犯罪吼，这是罪。哦，这咱来知影。所以因为惊赢刑罚而顺服官兵，检测也是一件好事。至这动机并无教业高尚，兄弟姊妹，咱知刑罚是对人来的，所以咱的良心的感觉是对什么人来的？是出于上帝来的。所以咱来顺探上帝，较过头是来顺探人。所以信徒不但爱为了国家律法的缘故顺服这个掌权的，还为了良心的缘故呐顺服。所以顺服有两种，一种是因为惊吓呐，所以你伫安呐顺服就那像伫遮所讲的啦，因为刑罚。另外一种的是因为家己的什么良心的要求，良心的要求，要求咱顺服真理。这个顺服并不是因为惊吓刑罚，你是要伫上帝面前做一个无欠缺的良心，无欠缺的人。所以基督徒会顺服政府，运动不是只甲惊吓刑罚，更加是要伫上帝面前无见效这是真重要。也因安尼是，就算无受刑罚，也着顺服，因为遐伫上顶面掌权的是上帝的册用，是对上帝领受权柄的。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对咱基督徒行事做人的准则，咱是爱凭着上帝放伫咱内面的良心。如果连咱的良心拢气煞啦，不理不睬，这个良心的感觉就伫真道的顶面，那像什么破船船破一样，你都无法度向前迈进，向前行。这是第三项。第四项是讲应该按照什么？按照这个法律，按照你交纳什么？交牛纳税，交牛纳税。伫《罗马人书》13章60到70讲，因为安尼，恁也着纳税，因为因是上帝之事，常常传播这个事，所以应该互正人的，就互因；应该纳伊就纳伊；应该抽互伊就抽互伊；应该行为伊就行为伊；应该尊敬伊就尊敬伊。《罗马人书》13章60到70，这两句的圣经节，保罗特别用政府这交牛纳税做例，来讲明咱基督徒应该遵守国家的什么法律国家的法令。这就好像暗示当时的犹太人对伫罗马政府交税纳牛这件代志10分的唔甘心我哪有咧这外邦来交税？我是上帝百姓上帝所拣选的所以常常就伫安真可能伫投票甲反抗兄弟姊妹，恁就应该将该撒的米纳互该撒，将上帝的米纳互上帝。马可福音书12章17节，这是什么人讲的？主耶稣的教导。所以咱基督徒生活伫这个地面上，应该遵守国家的律法。所以保罗伫遐教示，甲主耶稣的教示是相款的。咱既然伫当地，咱既然住伫这个所在，伫当地这个政府的治理甲保护下面，咱就有这什么纳税的义务所以基督徒只有会当伫合法的范围内底，伫咱合法的范围内底要减少交税，咱拢会想比如奉献对吧？奉献来当减税，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捐献，还是讲医疗，还是啥物咱知真侪迄个财团无做迄个啥物医疗无，做病院去病院就是就是要减税啦。我想咱拢会当知影对伫法律的范围内底，免会当减少这纳税。所以千万唔通千万不要怎样逃漏税这爱真税哩这是咱做一基督徒非常重要。
所以现在咱知影，政府既然爱维持地方的安全，保护百姓安全，所以百姓当然爱缴纳纳税。对于政府方面，是毋是好好治理咱这个国家呢？若是无，ก็应该就怎样呢？咱在对古约历史、先知书的中间，咱拢知影，那是伫顶面的掌权的无尽，伊应该尽的责任。而且圣经安怎讲？上帝必定审判，伊的国家甲政权必定被夺回，交什么人？交别人。像咱像犹太人经历2500年对无？后来去建立以色列这就是啥？拜偶像，无遵探上帝命令，是当时的国家的领导者无敬拜上帝，拜偶像。百姓带伫这不归咯，到尾被灭国这咱会当知。所以现在知袂？虽然讲世间的政府并不是拢是良善的，咱也知影有真侪国家的掌权者，即马即个叙利亚无，哇，即个总统走去了，哇，生活你有看迄个报纸无？看新闻无？讲伊的迄个大所在敢若啥物？佫有偌侪钱对吧？佫伊家族偌侪钱都无家己家族的利益，并无顾着百姓的艰苦，要真侪邪恶的政权，专门欺压良善的百姓。所以当保罗写配合罗马教会时，伊并不是理想主义者，也毋是假想讲家己住伫一个宣扬圣经道德的基督教国家，伊是写配合啥物？写配合充满着异教徒，甲毋信的罗马政权之下啥物的基督徒，并且佫过无偌久，保罗家己也被这个暴君尼禄甲迄个杀害。终于面对这种恶劣的局势，保罗犹原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一直勇敢来宣告讲，上帝才是真正什么掌权者。伊讲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就顺服伊，因为无有权柄，毋是出自上帝。这是因为相信上帝必定掌权，所以无需要惊吓当权者，只有顺服上帝，尽本分做家己应该做的代志。伫罗马人书12章21节，保罗指出基督徒信仰所产生的亏待，就是啥物？无得互歹较赢，就用好较赢歹。保罗认为就是伫邪恶腐败的政权之下，基督徒也当靠主刚强壮大，坚持恒心行好，将谦卑顺服的态度，必当诚侪基督教伫邪恶官兵的面前，有迄个颠覆性的啥物见证颠覆性的见证。果然，伊基督徒的恒心行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主后331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伊接纳基督教，将做啥物国教，互原本异教的罗马帝国转变诚侪基督教的国家。现在知袂？基督信仰的原则，强调伫生活中间来实践耶稣基督的听，互地面上的国度，因为咱基督徒的影响力转变成做上帝国度，所以保罗才要求基督徒听人毋通虚假，也无应该用犯罪方式来对抗罪恶。遐可恶的对敌，这上帝爱咱去实践听的对象。所以听的主题伫罗马人书13章8节中间，搁再一摆出现别咱延续。伊讲啥？无得欠人啥物，只有三听，也是啥物？也是欠人，有尽律法。所以保罗鼓励咱基督徒爱将因甲政府当局的关系看做啥物？主耶稣听厝边，这个大诫命，搁较广泛的应用。怎样实践呢？就是表现基督徒对政府当局的啥物
尊敬，甲尽各种应尽的义务。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信徒应该避免用什么无公正、无敬重的口气伫遐来谈论批评上位的掌权者。我有时咧看即个吼，咱即马现代人咧骂即个总统啦吼，是来，咱以前人讲要留点什么，要留点什么口德吼，结果人骂甲足歹听的，到尾啦，迄个罪就归你家己吼，咱咧真细腻吼，所以毋通做即种真激烈吼，也是吼对抗。这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避免用这个无公正、无敬重的口气来谈论甲批判，这个上位掌权的，咱立场应该是什么？就是我无赞同因，也需要又爱尊敬因伊无共款的意见，无共款的想法，咱又爱尊重、尊敬。因为无有权柄，毋是出自什么？上帝咱来知影，无权柄，出自上帝。尊重因，就是尊重上帝。请兄姊妹，咱会知影，咱基督徒无论生活伫倒一个国家的中间，倒一个政权的下面，圣经教示咱着发挥信仰的影响力，为了社会的好来努力。对这个政府，互你感觉真害也无需要伤过严厉的批判，所以我留点什么口德会做出各种激烈的行动来反抗。咱爱为了所徛起的国家社会，一个伫上位掌权的常常祈祷无煞，求圣神亲自同工，因为咱的态度都爱追求什么？谦逊、温柔、尊重，甲对所有人的疼。为了咱行行顺顺，将来咱继续伫这个土地顶面安居乐业，亚落和平五万的经济，相信上帝必定加添气力，互咱当看见更加阳光、更加美丽、更加富裕果子伫成长结果子，充满伫咱的中间。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咱三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阮到一摆对你的话声是对你的话，阮看见世界如何，阮也相信你有缘掌权。可你会当互阮更加更加深入明白你，向我伫你的真理，对你的话刻条伫阮的心内，诚做最大的帮助。特别这个世代已经2024年要过去，新的一年2025年要来。所以有侪人咧讲起2025年有侪灾难，伫遐咧恐慌惊吓。所以阮知，上帝你既然是世界主、世界掌权，必定伫你的掌权中，要赏赐阮平安、安宁、徛在，领受你最大的福分。愿主上帝甲阮三个伫地，阮祈祷你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